谢谢，俺娘也养妹妹子呀。你看呢，都不让有点带出来噻。你哪晓得家？我做个梦呀。实在空欢喜一场哇！弟弟啊，你得修得落得去。好本事哇！为明年的托儿所举行妹妹做准备，为那70岁主席办送生而努力，为那90岁主席50动荡而奋斗。对，埃个传叫带少个三，做少个少，带少个年龄做少个事体，带少个鸡仔吃少个么子，风雨鸡三花面。现在辣啥天？吃花子，带花子吃花人，那这是洋大家，起码打3遍，有三花面用就好花家。最起码半斤花，118块油菜场上塞出来盖。退休工资3600，哎爸，你还是觉得个旺财啊！黄彩粉觉得气宇两涨，乒乓砰，队员长视频眼粉丝破10万，播放量过亿。想演我生活开放，粉丝参过我，流量参过我，实不该的骂人，三个等埃个像喷烟你噻。第2桩喜事，等至半个多号头，自媒体退赛带涨价，相当于我3个号头退休工资。也不是碰着对包包，退休工资3600，那种名我看见杂志配1三投诉。谢谢小姐，你现在搞活动吃有三花面送1张20块的券，下趟到上海夜宵一来吃。另外，正海1年半焖肉面。